喺我嘅城市，交通好少靠捷運，但喺台北，地鐵就係日常嘅開始。喺澳門，早餐成日都係奶茶配麵包，但喺台北，一杯熱豆漿同埋蛋餅就令我覺得特別親切，佢又新鮮。喺澳門，廟宇多數都係遊客嘅景點，但喺台北，佢卻係市民每日生活嘅一部分。台北嘅街道總係有一股流動感，喺澳門生活節奏更慢，喺台北腳步聲、叫賣聲就好似城市嘅心跳。喺澳門夜晚成日都同觀光或者賭場連埋一齊。而喺台北夜市，佢係每一個人最日常嘅熱鬧。日日嘅台北係屬於呢一座城市嘅節奏，而對我嚟講，卻都成為我記憶入邊最獨特嘅一頁。